来继续来看这个交通部3月开始有新的制度，啉酒开车肇事去互吊销驾照者，除了要个电考驾照，嘛要加装酒精锁1年。若是到这个酒精锁，开车进前要先分开来做酒测，只要有1点点的酒精，这个车就违法。再去交通部长林佳龙去这个酒精锁的工厂，亲身来做测试。 赛车前要先分，若侦测到淡薄酒精，就无法度发动引擎。这是交通部3月份开始实施的新规定，捌啉酒赛车也是吊销驾照的人，电考驾照了后1年内，汽车也是乌托邦顶面都要倒这款酒精锁，要使进前要分，若无酒精才会使发动车。除了监理面医疗面，也能够从这个执法面来落实酒驾零容忍，那从源头来管理。 那让喝酒的人没办法开车，目前在技术上是可行。疫情严重嘛，影响到交通产业。交通部将进前对机场路线的补助扩大到所有国道的客运，针对总共3500台实施3级的补贴。运量超5成以上业者，将补助每台车3万块。前后3个月上悬补助9万块。随着运量影响程度不同款，互因补助。 客运是大众运输重要的一部分，做好防疫同时，嘛都要和疫情对业者影响降到最近。